传统的雕刻艺术家任民国因为上帝，所以创作主题是上拢是猪仔。嘛因为今年拄好是猪年，所以嘛甲安平平安共同合作，推出了108只的猪仔创作。目前正伫安平平安的店内展示。在7月上午举办发表会，由艺术家亲自分享。会中议员李启伟嘛到场支持。会当看出这108只的猪仔，拢充满无同款的表情，非常逼真吸引人。这次用石头跟树脂塑钢来做创作，我们是采用那个麦饭石。好，这个麦饭石过去曾经有一个老师跟我分享说，你这个麦饭石的能量场非常好。那在这样的一个因缘之下，想说如果说我运用麦饭石来做我的创作，那是不是让收藏家带回去有更不一样的一个意涵？那刚好今年是108年，那由那个安平平安世博峰呢的一个邀请，想说用108这个数字来代表108个祝福。那猪也刚好是今年，那猪的谐音跟祝福就息息相关，所以说就用108个不同的食材来做108只猪，送出108个祝福。看山出现这摆108年诸事平安108只金猪艺典的安平平安文创店长施伯峰表示，农历猪年将要来到，以猪结合安平为主题所创作的108只猪，这是代表祈求民众富贵平安108年。108年也是安平平安的创作的第20年。那我们在安平创作这个安平平安的一个用在地人文还有艺术创作的一个作品深受喜爱。那我的好朋友呢，任民国艺术家呢，他也是非常的能够捕捉神韵、创作灵感的一个好的艺术家。所以这次也刚好新逢108年，所以我特别邀请他用猪的含义结合我的品牌猪事平安来创作108只不同于各种人的性情及灵感的表达。那他的一个艺术部分的表达非常的精湛，非常的棒，所以说每次猪看起来都栩栩如生，非常的有韵味哈。我每次看到一只猪都要看得好久，而且今天看完，明天都还想再看。那欢迎大家能够来我们这边参观这个猪，非常的漂亮。展览当中，猪仔他做伙代表步步高升，猪仔微做伙加代表圆满，相当有意思。对今仔开始，该展览就伫安平平安的文创会馆展出，有兴趣的朋友会当前往欣赏。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